今日 Rasonic 小主意食譜影片教大家用 Rasonic USB Chopper 同焗爐製作充滿聖誕氣氛、簡單又健康嘅聖誕乳酪海綿蛋糕，只需40分鐘就能享受美味。材料有呢啲：首先，選擇上下烤加旋轉烤焗加熱風對流功能，將焗爐預熱至到約160度。跟住落嚟喺大碗中加入蛋黃、植物油、牛奶同砂糖，攪拌均勻，然後將過篩嘅低筋麵粉加入，攪拌至冇粒粒。將蛋清倒入已安裝打蛋清座嘅無線食物處理器裏面，對準主機同容器蓋上嘅標記，擺喺膠墊上。按下開關，攪拌大約50秒，加入檸檬汁，再攪拌大約20秒，咁能夠令到蛋白霜唔易燒泡。將蛋白霜分2次加入到蛋黃麵糊中，並用刮刀輕柔且快速咁攪拌均勻。跟住將麵糊倒入2個小碗內，分別加入朱古力粉同埋綠茶粉，攪拌均勻。將混合物倒入已掃油嘅4寸焗模中，然後放入已預熱至大約160度嘅焗爐中，烤焗30分鐘。出爐之後，記得等待完全冷卻再脫焗模。最後加上乳酪同埋裝飾就可以食得啦。希望大家中意呢個簡易嘅聖誕乳酪海綿蛋糕食譜啦！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今次個食譜，下次再見。